如果 Elon Musk 坐喺你嗰張撲克台，佢一定第一件事會做嘅係否定你一直以為重要嘅所有嘢，因為 Elon Musk 做任何決策都唔靠經驗，唔靠感覺，而係用一樣嘢，第一性原理嘅第一步就係剝走所有嘅假象，運氣、手風、感覺，全部都唔係決策基礎，只係人類用嚟安慰自己嘅藉口。當你用第一性原理拆解撲克，遊戲只剩低兩樣嘢：數學同埋信息。所以每一個動作本質都好清楚。你 bet 就係用錢買信息，你 fold 就係拒絕一單負期望值嘅生意，你 bluff 係主動製造假信息，逼對手做錯決策。普通玩家問嘅係點解我咁黑，頂尖玩家只係問一條問題：我而家掌握緊邊啲信息係對手冇嘅？呢一個就係第一性原理之下嘅撲克。忘記運氣，由數學同信息重新學撲克，其餘嘅只係噪音。save 低呢條片，下次想練 bet 之前睇返。